一粒风台走啊，另外一粒搁再来咯。讲到这风台海葵继续伫咧变强，根据着气象局的观测，若阵这风向甲速度无改变，拜五有机会变做是中度风台。气象局也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明仔载中昼过后，这北台湾开始变天，拜六礼拜风雨会愈明显。苏拉风台渐渐离开，气象局伫下晡2点半解除海上风台警报。伫台北东南东风1320公里的海面上，海葵风台强度持续增强，佮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挖近。若做正目前预测路线，拜五日前气象局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这样子走，它的暴风圈有可能会比较接近我们的基隆北海岸地区，但是会不会接触到陆地？好，就是还要再看它未来它整个移动会不会发布陆上警报，气象就会持续的观察。我们预估它未来逐渐增强，到明天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。气象局表示，目前包括苏拉、海葵、红燕山风台，拢伫个季风低压带内底。高气压内底环流甲太平洋高压的强度，拢会影响海葵的走向。以目前观测来看，影响上明显的时间点是伫9月初2甲初3，是海葵上挖近台湾的时阵。来做进一步看各国路线预测，日本气象厅是认为，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，海葵伊的路线会更加向南，暴风圈会直接侵袭北台湾。以目前的预报路径来看呢，它有可能是非常接近所谓的这个西北台的这个路径哦，也就是从台湾北部的这个近海通过的可能性看起来是蛮高的。雨势上影响最大的地方应该是会落在北部的山区哦，就是新北的南侧，然后一直到桃园、新竹、苗栗这一带这个山区。那其次的话，可能就是在宜兰的山区跟这个中部哦，像台中南投一带这个山区的这个部分。吴成武表示，为拜五开始到拜六，北台湾可能有局部较大的雨出现的机会，都要听候到礼拜海葵渐渐上北往浙江中港口这个所在过去，外围环流的影响才有机会减少。暗过低压大的环境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后礼拜，也就是无稳定的天气，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